我最新派台歌叫做《最後一個降落傘》，呢一首歌係由 Terry 徐浩作曲，亦都係佢監製啦。今次再度可以邀請到 Y 文大師做填詞啦。咁呢一首歌係我好耐冇出嘅一個慘情歌嘅一個系列嚟嘅。因為今次第一次收到 Terry 嘅 demo 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已經係一聽就好想喊嘅感覺，因為呢一首歌我一聽就覺得係一首好悲慘、好悲壯嘅感覺，有一啲似好似韓劇主題曲咁嘅感覺啦。所以今次咧就去提出Y Y 可唔可以寫一首好慘嘅歌俾我咁啦。咁今次呢首歌咧就用咗降落傘去做一個比喻啦，我覺得係超級之有趣嘅，因為阿 Y 今次用降落傘去比喻情侶之間咧，可能好多時會開一啲玩笑啦，又或者啲假設性問題啦，即係譬如我飛機失事，我跳落去個降落傘俾你哋俾我咧，二揀一嘅情侶問題咁樣，咁佢帶出可能情侶之間喺好 sweet 嘅時候，大家會有一啲好有趣嘅對話，一啲鬥氣嘅對話。但係當你失去咗呢一段愛情嘅時候，就顯得更加之痛。自己諗咗一個好虐心嘅一個凄美愛情故事啦。咁可能因為自己諗啊，係啦，即係可能因為自己諗個故事出嚟，所以自己易 relate 啲啦，自己易代入啲啦。咁今次呢隻 MV 咧就係一個故事式嘅 MV 啦，同我以往跳唱嘅歌有啲唔同啦。揾咗阿 Cloud 嚟幫手啦，今次係我第一次同佢嘅正式合作啦。今次嘅 MV 咧係講我同阿 Cloud 係一對情侶啦，咁但係我哋發現咗佢原來係有 cancer 喎，咁所以當佢離開咗嘅時候，咁我都嚟到呢一個喪禮咧就彈翻佢最中意嘅歌俾佢聽啦。咁但係就呢一輩子都忘記唔到佢嘅一段凄美嘅愛情故事咯。無論係妝容啦，定係color con 啊、髮型啊、服裝啊，所有嘢其實都係每一次嘅 project 都有唔同嘅配搭啊，有唔同嘅決定啦。喺 styling 方面，咁所以譬如慢歌咁樣就會一定係想樸素啲，可能撇甩平時 Anson Lo 喺舞台上面嘅形象，或者跳唱上比較 glamorous 啲嘅一啲嘅風格啦。其實咁多年嚟，自己都好執着，或者好要求自己喺自己嘅作品上面有好高嘅參與度啦。其實自己出道嘅第一首歌《一所懸命》，無論喺 MV 上面啦，作曲上面啦，每一個場景要着咩衫啦，自己應該都係唔講100%都99%上面嘅一個參與啦。咁我都好 proud of 自己係有呢一個執着嘅，因為每一次嘅作品，自己係最知道自己想呈現啲咩面向啊，唔同嘅風格啊。其實我每一次即係譬如 even 連每一個 MV 嘅 edit，我自己都一定會走上去同導演一齊 add 啦。好好彩，你每一次嘅作品，導演同埋團隊都好接受我可以參與嗰個製作過程啦，係啦，咁所以大家都合作得好愉快啦，每一次都。